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民数记16章第41节到50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1节。母亲节主日伫迄个信息的分享中间，牧师讲到母亲的角色。早期的职业，拢是写即个官家吼，也是讲正官啦吼。看起来好像亲像比较较低阶的工作，甚至呢，照美国职业的即个经历，将即个官家加官认定是毋是职业，但是事实上，要成做一个管家的人非常无容易啦吼！要总管厝内所有的搭搭滴滴的代志，对食穿用，甚至到厝内大细项搭搭滴滴遮的代志，拢需要去经手去管理，真正是毋是遐尼简单。伫咧正做一个真正式的管家，不但爱正式来接受训练，甚至爱经过层层的考验以及面试，才会受到录用。所以要成做一个成功的好管家，实在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基本上，基督徒拢应该爱成做一个伫教会内底的好管家，着爱好好管理上帝交代伫咱手中的事物，逐项的聚会、甲活动、人员的关怀、动产以及不动产的管理等等，嘛是足侪搭搭滴滴的代志。但是基督徒所要面对的，拢是这样的代志啦吼。要安怎成做一个好的管家？当然，有一人会讲，着爱照温数来啦吼。但是咱嘛知影，温数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。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，着爱透过学习去经历来得到的。咱常常会讲，当你无愿意互上帝来使用，也是讲当你的温数是安尼藏起来的时阵，这个温数呢就会慢慢来消失，甚至咱会讲，上帝将温数来收回。彼得甲基督徒所讲的话，伫今仔日的经文讲，万事的终局得要到啊，恁着爱谨慎来自守，来警醒来祈祷。上重要着爱彼此真诚的相听，因为听会当消除济的罪过。着爱彼此温群接待，毋通埋怨。既然每一个人拢是上帝逐样温数的好管家，就着爱照对上帝所领受的种种的温数彼此服侍。什么人宣讲，就得到宣讲上帝的话；什么人服侍，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。通好，互万事拢正着耶稣基督来归荣光互上帝，愿荣耀甲权能拢归伫伊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彼得的劝勉讲，着爱照着上帝对上帝所领受种种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这个恩赐是透过服侍慢慢建立的。咱先跳开啦吼，咱讲现代人的退休生活，常常听人讲有迄种素人艺术家，意思就是讲，因将来毋知影家己有艺术，还是画图，
是毋是创造艺术的一种天分，咱讲运势。但是当因退休了后，就有机会开始学习，慢慢就发现家己过去可能因为无有机会接触学习，所以毋知影家己有即种特别的运势。也听过一人讲，因退休的生活有真侪的斜杠，阁斜杠，意思讲有真侪无共款的运势。咱平常伫生活拢会通安尼有一种机会来发现咱新的运势甲能力。若安尼伫教会服侍，咱搁较应该是安尼，毋是吗？保罗甲伊学生信用的囝提摩太安尼讲，毋通互人看轻你少年，无论伫言语，无论伫行为，无论伫疼心、信心、甲纯洁各方面，拢着爱做信徒的模样。你着爱宣讲圣经讲道甲教导顶的工作顶悬来下功夫，直到我来。毋通忽略你属灵的运势。这个运势是正着先知的预言甲长老换手所赏赐互你的。这个事你着爱专心一意去做，互大家看出你的忠贞。你着爱谨慎家己，对你的教导也着爱细致，着爱有耐心做这个事。安尼，你不但会当救家己，嘛会当救遐个你的听众。这是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到16节的记载。照圣经的记载，牧师相信，当提摩太初受到保罗竞选来训练的时阵，并毋是有遮尔济运势的人，是慢慢被建立的。伊是慢慢被建立的上帝一个关键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需要来提醒提摩太，毋通看轻家己少年。也就是咱会通安尼讲，毋通掠做你家己无啥物运势，你就无要服侍。咱着爱伫逐方面顶悬，会通成做信徒的模样。摩西甲亚伦受上帝呼召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违背上帝仆人摩西甲亚伦的话语，因时常埋怨，也得罪上帝。所以伫今仔日经文民数记，咱看见以色列人因再次来犯罪，因得罪上帝，互上帝受气，所以瘟疫就来遍满全地。摩西伊就吩咐亚伦赶紧为着人民来进行洁净的祭典。用这个烧祭的香来献给上帝，人民就得到洁净，瘟疫就停止。看起来，摩西甲亚伦是尽心尽力来保护上帝所交伫因手中的人民。就算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摩西亚伦依然尽心来保护人民，来努力。圣经记载，上帝对摩西讲：“离遮的人较远的，我就要来消灭因。”因两个人就拍败伫地上。摩西对亚伦讲：“你去摕香炉来，伫祭坛顶悬的炭火放伫内面，佮放一寡香伫炭火顶悬，赶紧带到人民遐，为着因来行洁净的礼。赶紧去。”
上主的受气已经发作，瘟疫开始摊开啊！阿伦听到摩西的话，带着香炉走入去聚集的人群的中间。伊看见瘟疫已经发作，就将香放伫炭火顶悬，为着人民来行洁净的礼，瘟疫就停止。伊徛伫活地甲死个人的中间，除了因为科拉叛变死个人无算，即摆死个人总共有14700人。瘟疫停止了后，阿伦转去到伫圣墓的门口摩西遐去。伫表面上看起来好哪亲像真矛盾。既然是上帝好管家，为什么阿伦甲摩西要违背上帝处罚的意思呢？事实上，摩西甲阿伦的呼召是带领、照顾、教导以色列人。当然，当因违背上帝、得罪上帝的时阵，保护因、教导因，为着以色列人献祭，搁较是上帝予因两个人的呼召。以色列人事实上嘛，应该爱学习成做上帝的好管家，毋通安尼永远成做受照顾者，都爱成做迄个领受呼召的人。这嘛是咱基督徒现在基督徒应该爱领受的呼召，努力学习成做上帝的好管家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掣，伊坐伫天三基路伯宝座顶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做大，伊受万民尊重。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位的名，伊是至圣。有大权能的王啊，你以爱正直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，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。伊伫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阿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，因求叫上帝，伊有应答。伊伫分条中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所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，虽然你有照因所做的甲因报应。要求你是赦免因的上帝，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来跪拜。上主咱的上帝至圣，恳求上帝帮助阮领受新的呼召，学习来尽心尽力尽意的服侍，成做一位上帝眼中的好管家，荣耀主的名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